歡迎返到嚟 Global， 今日就傾一樣真係貼身貼地，連門口都未避得開嘅嘢。一個你以為得閒就拆開嘅包裹，但其實佢可能就係詐騙集團設好嘅陷阱。你一簽收，一交錢，可能就好似簽咗個隱形貸款，成副身家俾人搬走都唔知。喺分享之前，請大家記得先行點讚、訂閱同埋 Like、Share and Subscribe。你可能會笑。咁誇張？絕對唔誇。根據最新公布嘅數字，今年頭9個月涉及假快遞同貨到付款包裹相關詐騙案件已經超過2000宗，總損失金額超過1億。呢啲數字唔係新聞講新聞，而係你屋企樓下轉角茶几對面每日真實發生緊嘅戲碼。第一層，包裹變陷阱，心急變代價。先講最容易中招嗰種所謂幽靈包裹。有日快遞員上門笑笑口話：收貨啊，貨到付款380。你望個包裝有自己名有地址，冇懷疑就俾錢收咗。拆開，竟然係條破毛巾，又或者一嚿塑膠垃圾。你發火打電話揾商家，永遠打唔通。你話算啦，蝕幾百蚊啫。但其實詐騙集團就靠呢種細細粒多粒方式，日日咁匯緊錢，輕鬆賺幾十萬。有舉例，有位太太2個月內收咗3次類似包裹，都係200-300蚊。佢以為係屋企人網購，最後發現根本冇人買。雖然損失唔算大，但嗰份被愚弄嘅羞辱感先係最貴。第二層，平靚正嘅幻覺，另一種係高價貨、低質品。好多網上廣告話名牌清貨、智能機器人大減價，價錢靚到離譜。你一心諗住揾筍貨，仲話貨到付款有安全感啫，結果收貨一開，入面根本就假貨。有市民喺網上面買氣炸鍋，標榜原價2000減到600幾，結果收到係一部完全唔能夠開機嘅劣質貨。有啲人揾唔返網站，有啲甚至個網站2日後就消失。呢啲人靠貪慾同幻覺就可以穩當當食全城。第三層，科技變詐術。再講啲更新潮啲㗎，數碼中毒、假網站填資料。近年唔少詐騙案唔再靠包裹本身，而係靠一句地址錯咗，請掃描確認。你一掃 QR code， 手機即刻俾人植入木馬 virus。第二日你銀行 App 轉咗錢走，信用卡俾人拆。消委會警告，真快遞公司從來唔會用連結叫你輸入私隱資料。呢啲陷阱睇落係科技，但本質仍然係人性。你心急怕麻煩，就會俾人捉到住口。第四層，假快遞短信真釣魚陷阱。手法進一步，呢一啲信息唔使成本。你嘅包裹因地址不符暫存，請點擊以下連結更新。字句中規中矩，但背後連咗去釣魚網站。警方已經披露，有退休老師輸入信用卡資料交關稅60蚊，結果第2日卡俾人喺海外拆咗10萬蚊，用嚟買遊戲點數。佢話最心寒嘅唔係錢，而係覺得自己識字有警覺，仍然都中招。第5層，錯記人請你幫手帶電。另一條橋專揾熱心人，對方打電話嚟，唔好意思啊，記錯咗地址，方便你幫我代收代電運費先嘛？我公司會派人即刻上嚟攞返，仲送你禮物一份表謝儀。聽落誠懇，唔似詐騙。結果收完包裹，補償冇到，電話打唔通 ，email 退信。你以為做善事，實際上幫人交學費。善良本來係好事，但冇加懷疑，就變人哋致富工具。第6層，最痛利用情感。有啲騙徒更加卑劣，專揾長輩下手。電話一打，嚟媽，我係阿仔啊，啦啦聲你聽唔出啊？我寄咗禮物保你身，但快遞話要代俾誰？做父母嗰個瞬間聽到阿仔2個字，理性就熄咗掣，結果肯電幾千蚊。拆開包裝，發現裡面係啲雜物。呢類無認親友案件近年激增，通常針對長者，因為佢哋相信自己人，唔習慣即時求證。最傷嘅唔係金錢，而係信任俾人踐踏。第7層，重獎大餅請你先腳手續費。最後一條絕招，得獎通知陷阱。你未參加過抽獎，突然收個包裹，入面有封信話恭喜中獎，
豪華郵輪遊或者百萬現金。字正腔圓，仲有印章同律師留名，但要領獎之前，請先繳200文件處理費。好多市民心諗試下無妨啦，結果交完，對方便消失得一乾二淨。真正嘅企業抽獎從來唔會要你先俾錢，千古不易嘅道理，天下冇白吃嘅午餐。最底層防火牆要建喺心入面。講到呢度，可能有聽眾心情有啲重，會覺得話乜而家個社會咁恐怖，但事實係世界冇變得更壞，只係資訊太快，陷阱太細。面對呢啲詐騙，唔需要恐懼，最緊要係清醒。總結咗防範貨到付款詐騙4大原則，值得大家日日記。一、先確認，後付款。任何包裹要問清楚係我買定係屋企人買，唔好嫌煩，一通電話確認好過事後報警。2、你有權拒收，快遞送貨唔係逼你收貨，唔使覺得唔好意思。如果唔清楚來源，就講句唔好意思，我冇買，拒收冇罪，係你權利。3、唔亂掃，唔亂點連結，所有 QR code、短信連結都當有毒先。真網站自己上官方 App 查，多一分懷疑就少一分損失。4、任何提錢就查證，自稱政府、銀行、快遞、親戚，只要開口講電錢、貨款、稅費，一定掛線之後自己打返去確認，打去反詐騙熱線問清楚，永遠冇蝕底。總結。科技變快，心要更慢。其實詐騙唔過就係假扮可信，佢哋換咗包裝，變咗講法，但套路冇變，利用人嘅貪念、善良同懶。網購好方便，電子付款更快捷，但越方便就越要設防火牆喺心入面。同朋友講句唔熟唔掃，唔記得唔收，一有疑就拒收，呢幾句勝過千句早知。今日分享到呢度，如果你覺得有用，記得分享俾屋企人、同事、鄰居。一個提醒可能救到一個錢包、一個退休金，甚至救返一個人嘅晚年安寧。好啦，再提提大家，得點讚、訂閱同埋 like、share and subscribe 同埋留言討論。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